这是唱，吼，咱来读一遍。人欢喜远望，主来心怀见人，也要带伊囝儿，伫天做家三义。无久要听天使鼓乐，上赞美天使赞美吼，赞美吼上帝孝感。响亮欢喜，吼，响亮欢喜，吼，好，咱即时搁来唱圣诗第548节，响亮，吼，响亮欢喜，548节，我活是为基督。咱对第1节唱到第4节。求你开阮的耳孔，开阮的目睭，开阮的心门，互阮会使来听你的话，顺探你的旨意。因为你的旨意超过阮的旨意。主啊，你是阮的主，你已经国我，你已经得胜。哈利路亚！阮要来学罗你，也要来今仔日的圣殿，阮要来赞美你，阮要来学罗你的大圣名。感谢主。求你甲阮伫底保守阮今仔日的敬拜，你甲阮同在，伊嘛咧你的心，感谢你，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学生，大家平安。请咱要恭敬的心来准备今仔的聚会。
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将家己的身躯献给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一的敬拜，唔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甚至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这时，咱来唱圣诗109首，咱一个音。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主你的生日，我们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求主感谢主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主你的儿女，这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为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感谢主你的带领我们的一生。现在的社会十分的动乱，全世界充满着危机。尤其是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除了变成了众矢之的，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的历程中间，主你的手一刻也没有离开。主耶稣，求你保守台湾这一块宝地，求你保守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人民都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为我们的国家，为这个世界，我们来祈祷。求主耶稣，你的圣手再次让世界能够和平，让这个生活能够回到往常。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这样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教到启应文第47篇，以赛亚书第49章。正海岛着听我的话，我伫台呢，
上主就警告我。伊予我的喙亲像犁刀，佮予我正做无针的钱。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罗卜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犹豫我靠上主替我伸冤。这声，我伫胎内，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于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他兴起雅各的支族。”这声，毋过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你做立邦的光。这是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1章12节到26节。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兄弟姊妹，我爱恁知，我所拄着的代志，颠倒互福音搁较进展，直到王公甲全体敬畏，伊甲伊所有的人，拢知影我关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真侪兄弟姊妹嘛，因为我关家伫主内面搁较有确信，搁较好胆，无惊吓来传上帝的信息。有人传基督是为着怨妒、争论，嘛有人是为着好意思。遐个人是出疼心，知影我受任命是为着福音辩护；另外遐个人宣扬基督是出于野心，动机无纯，想要趁我关家的时加添我的艰苦。安尼有啥物关系？是假意？也是真心，无论安怎，基督受传开，我就为安尼欢喜着。我要继续欢喜，因为我知对恁所祈祷，恁对恁的祈祷，甲耶稣基督神的帮赞，我一定会得到自由。我迫切期待甲仰望的，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刻。特别是现在有教业的勇气，是我也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个人得到荣耀。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基督，死是利益。若是继续我咧，会当做较侪有效果的工作。我煞毋知影要选啥物。我进退两难，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甲基督做伙，这应该更较好。毋过为着恁的缘故，我较要活落去。对这项我确信，我知我要活落去，要继续甲恁大家活落去，是要互恁的信仰更较进步，更较有欢喜。安尼。我甲恁相聚的时，恁会因为基督耶稣有份的理由，通用我做夸口。赞美，咱正请小诗班，今仔要吟的诗歌是《自由甜美之地》。
希望这个甜美的声音能到达天庭。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活出基督，请黄牧师。姊妹平安。顶礼拜日咱拄庆祝咱的国活节，所以基督伫我内面来活，然后今仔日来继续来讲出活出基督。伫几啊年前有一出电影，这非常卖座。这出电影就是咧配合这个受难的周，是这个国活节的节期。这电影叫做《受难记》。这个导演是迄个 Mel Gibson， 真出名的一个演员。那伊过去是演员，后来伊改变成做导演。伫导演这部电影进前，已经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演员，咱可能拢看起伊演出的电影。伊安尼讲，有一天伊安尼困醒的时阵，突然间伊的心内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讲，我的理想拢已经实现，我已经是出名、国际有名的一个演员。伊演出的电影嘛是足卖座。虽然伊伫即个演艺圈呢，已经安尼真出名，出人头地，但是伊安尼讲，反倒等于迄阵的精神的状态非常无好，伊的心灵受尽折磨，已经达成世间人所羡慕的一个理想，但是这个时阵伊反倒失去伊人生的一个目标。这个情形就亲像咱过去捌一个所讲的。人一生可能有两个足大的遗憾，一种就是你安尼努力一世人，但是你无法达成你的目标，你会感觉足遗憾。但是另外一个较大的遗憾就是，你努力一世人达成你的目标，较发现你达成的目标，毋是你真正所爱的。我想这就是没有Gibson伊迄阵的感受，达成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并无互伊带来真大一个幸福。反倒当互伊心灵受到真大的折磨，精神近乎崩溃。所以后来导演即出的电影《受难记》，伫过去的时阵，咱可能对读圣经这个文字中间来读出主耶稣基督伊的受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即出的电影真忠实，透过这个影像，将这个过程真真实表现伫咱的眼前。伫过去真侪遮宗教性的电影咧，为着即种戏剧的一个效果，所以拢会真安尼去改变、修改伊的内容，互伊较有戏剧性的安尼。但是即出电影咧，真忠实，安尼一步一步来显现咱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所以即出电影虽然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虽然是真久以前的故事，但是现在对咱来讲可能嘛是较真新，因为圣神常常透过咱所读的文字，甚至透过这种影像搁一遍，互咱真深刻来体会十字架的痛。所以当我看这出电影这个过程的时阵，感动流目屎。就咱亲像倒转到2000年前，亲自伫迄个情景中间，看到咱主耶稣基督受难。克西玛尼受了，受审判，受鞭打、鞭拍，遍体鳞伤，然后最后钉十字架。根据这个文字的记载，咱的主耶稣基督伫这个过程中间受难，真正受了真大的折磨，伊的心灵拢受了真大的创伤。人的罪，互伊非常的忧伤。伫迄个时刻，主耶稣基督，上帝对十字架顶的主耶稣基督，黄面无看伊，那亲像放杀伊共一样，所以伫遐喊发白啊白啊。所以咱主耶稣基督伫迄个时阵，伊的肉体受真大的伤害，甚至伊是心灵破碎。这出电影中间，当主耶稣基督背十字架，慢慢前往各各他的时阵，伊的肉身的玛利亚，伊的老母玛利亚，来到伊的身躯边，真哀伤来看伊。
主耶稣基督真坚定对伊讲出一句话：我来是要更新一切。十字架毋是一个苦难，十字架苦难有一个目标，伊来要更新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咱庆祝受难周，主耶稣基督的受难，看见十字架顶面的艰苦，但是咱庆祝过活节，过活节赢过死，过活节更新一切。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以来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我来要更新一切，所以我想这嘛是没有接神，伊加上这句话见证，是要来见证伊家己生命的一个改变。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受苦的目的，就是要更新一切，更新侪侪人的生命，为着绝望人带来希望，为软弱的人带来快乐，伫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甚至像就没有接神，这样有成就的人，真出名的人，已经达到人生目标，已经真成功的人，伊嘛需要受更新。保罗讲，如果主耶稣基督只有十字架死，无过活，咱所传的、所信的，不过就是那亲像幻影共一样。咱犹原沉沦伫罪恶中间灭无。咱为着信仰来受苦，咱可能是人群中间上较不幸的一个人。如果只有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是为着要承担所有的人的罪，但是十字架最后的一个目的，过活，而且更新一切。所以保罗安尼讲，因为基督伫我内面来活，然后我现在活出基督，表示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死了后，伊搁活，现在伫伊的生命中间，一直咧影响到伊整个的人生更新的生活。更新的生活中间，因为搁活的主耶稣基督伫伊的内面，伊整个生活的中心、伊的目标，拢是因为搁活的耶稣基督伫伊的内面，靠伊来活，为伊来活。所以，保罗伫帖撒罗尼迦迄个所在讲到，伫哥林多后书5章迄个所在讲到，若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新创造的人，旧的事已经过，拢变成新。旧的已经过，拢变成新。所以伫这所在表明一个项，咱整个生命新甲旧的中间，到底迄个关键的界线伫啥物所在？这也是咱今日思考的一项事。到底你信耶稣基督了，伫你的身躯中间有啥物种改变？你整个人生，是不是有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有一种的切换的改变？过去是旧，现在变做是新。所以新甲旧的界限，对保罗来讲，就是伊拄着主耶稣基督的时阵，伊一直来见证讲，当伊前往大马色迄个路，拄着搁活耶稣基督迄个时刻，伊面对伊人生全新的生命旅程。所以，伊安尼见证讲，过去我有一寡人生的优点，我的优势。胜利组，我真好的出身，真好的知识，真好的才能，真好的宗教的地位、社会地位，这是人所会当伫社会中间夸口的，拥有一切胜利组的组合。但是对保罗来讲，这一切会当活夸口的物件，因为见到主耶稣基督了，这变做是旧。变做是看过无价值的本色共一样，安尼伊完全进入到一个新人生的阶段。这个阶段，是讲主耶稣基督活伫我内面。人生的阶段，伊整个人生，上帝交付互伊更较大的目标、甲内容。主耶稣基督伫伊新的人生过程中间，成做伊上界宝贝的物。
伊一生就是要受掉来服侍伊，来荣耀伊。兄姊妹，伫你身甲躯中间，切换的条件，还是因素到底是啥物？是不是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了后，你要回想你过去一切过去亲像保罗同款，有真辉煌成就的过去，嘛可能非常痛苦，安尼，无想要搁去回想的一个过去，充满罪恶的过去。因为咱信主耶稣基督，伊进入到我的生命内面，安尼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嘛有可能咱出生伫一个基督教家庭内面，你讲我出世就是基督徒，毋是安尼，毋是因为你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然后你的出生一个身躯的界限，你嘛是要经历到底你出生伫基督教家庭了后。然后你家己本身要安怎去体会这种的转变？有可能伫你过去中间嘛是真大的挣扎，到现在嘛是个真大的挣扎。你还未进入到迄个神歌交替的过程内面。顶礼拜阮去开会，然后听一个见证。见证这个是一个医生。因太太真早就信主，然后伫教会非常非常热心。因结婚了后呢，其实这个医生真理性，但是真疼太太所以呢，信主了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拢会陪太太去做礼拜。这真不简单多少咱来讲非常爱太太尊重她的信仰。但是咱开车载伊啦然后甲伊放咧。去做礼拜，我开车去其他所在去啉咖啡做啥然后做礼拜煞，过来载，安尼对不对？真正安尼。这个先生无共款这个先生拢陪太太坐伫后壁坐20年做礼拜，但是无信主。你做歹去想想安尼你若爱我信耶稣基督无你就来证明耶稣基督到底是倒位总爱给总一个理由互我会当信我们学科学的就要讲究证据安尼证据伫倒位安尼，所以安尼听20年爱太太陪做礼拜20年，直到有一天921大地震，将近没时阵呢，因的囡仔讲我要跟妈妈去台中的教会，那边有特别的聚会，所以呢因就安尼妈妈带2个囡仔去到台中一个教会去聚会。921大地震，整个安尼天崩地裂了后，伊等下看厝里的一切，伫囡仔房间有2个非常非常大的衣橱，就倒在孩子的枕头上。这个先生伊讲我要找证据，我要来去找证据。上帝遐尼大的时阵，我要来去证明讲，我比较大，我会当理解一切，来信耶稣基督。等伊看到这个真大的安尼。伊沙土倒伫伊的囝儿，也是祖囝，伊的枕头顶过来的时阵，伊讲，咱因去教会，这个就是倒伫因囝的头壳顶，因囝就死。所以伫迄个时刻，伊咧感动到伫遐流目屎，感谢上帝，安尼救伊囝安尼，互伊。撇开这个灾难安尼，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就决定信耶稣基督这个关键时刻，兄弟姐妹，总是要有一种的患难的时刻，特别的事件发生伫咱生活中间，然后成做咱转变的一个要素安尼。伫迄个时刻，我信耶稣基督，伊信主了后非常认真，开始查圣经。过去嘛是共款做礼拜，即摆嘛是共款做礼拜，但是伊拍开伊的心灵，所有的信用啦，所有的理解，拢完全会在明白。后来做见证说：你都拍开你的心吗？你就用信心接受这一切，你就会当明白这一切。安尼，伊现在是长老，非常热心的长老，常常接待真正教会界的这个人中级开会，拢到伊的别庄迄个所在咧开会。所以阮去遐嘛是见到开会，受得真好，这安尼。兄弟姐妹，总是要有一个时刻，可能伫你人生焦点中间，毋知是啥物因素，
对保罗来讲，伊是伫迄个大马士的路上拄着耶稣基督，整个改变，有一个新甲旧的人生的转变。可能咱现在伫要行过即个新旧的界限的时阵，咱通常有一寡考虑。可能你想，我若信耶稣基督，我敢会当过安尼亲像过去安尼真自由、多彩多姿的人生？我敢会当亲像过去安尼要做啥就做啥，啊真自由，会当安尼真奢华，一个当真宴乐的所在？我敢真自由，安尼无拘束。啊，若礼拜一、拜六啊，去对旅游就去旅游，无受真大约束。我敢会当去追求我人生即个梦想啦、理想安尼？所以，若无受这限制，最后是我到年老，啊，最后是到要离开世间前一天来信耶稣基督，啊，世间的代志拢享受着啊，信主嘛有啊吼。保罗讲，我看过去亲像粪扫，但是现在我也主耶稣基督做我的倚靠。所以，搁偌济对咱意思来讲，新创造生命的开始，这是搁偌济伫你人生中间爱发生的一项事。第二，搁我的生命伫咱内面是一种的持续的快乐，敢毋是生命中间一个转变的点而已。既然主耶稣基督伫你内面，伊就要成做伫你内面一个搁我的快乐，帮助你持续伫即个行伫信仰内面。所以主耶稣基督毋但是新生命的创造，伊嘛是咱的生命的维持者。所以保罗讲，我靠耶稣基督，我会当适应什么种的环境。主耶稣基督讲，我是真个葡萄树，恁就是树枝。恁需要教我三结连，若无教我三结连，恁就无法度结出最的果子。这个所在，咱是讲到信主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伫你内面，才做你活命的泉源了无？这个活命有伫你内面，才做一种快乐，也过一切这个代志，也会当互你结出生命果子的一个生命源头，也无持续的快乐。第三，各位耶稣基督要互你来显明咱的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所以，咱像家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伫你的生命中间，敢有活出什么种的新的生命形态，让伫你的心中看见啊，这个人是一个改变过的人，过去无同款的人，这个人就有耶稣基督伫个心中显明出来，安尼。所以，有时咱称做基督徒，有时咱伫教会中间嘛，常常看起所做的代志，表现出来的代志，并无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形态甲见证。迄气，脾气无好，怨毒，讲闲话真侪批评，无疼心，无行真理公义，咱纯粹基督徒。人要看基督徒嘛是安尼，基督徒甲阮所做嘛是拢共款，基督徒也无比阮较好啊。所以人伫咱的心上的时阵，无得来看出一个有活命的基督徒，有活命基督伫咱活内面所活出来即个形态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基督讲，你著要将你的光照伫他人的头前，人要看见你好的行为。归荣耀给上帝。有时咱嘛是种笑口，我就是安尼啊，我本性就是安尼，这是我原来的款安尼。兄弟姊妹，原来的款迄是旧的性情啊，旧的是安尼，但是你信耶稣基督，你袂使讲我就是本来就是即种的人安尼。各位基督伫个内面应该有即种包过旧的界限，进入到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方式。各位主会当来改变咱也需要受改变，来活出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各位的生命伫你内面应该彰显出来的一种的特质。这种特质是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保罗讲，我就是基督，
我死就是利益。这是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阵，伊迄阵受关押伫罗马，关伫即个监狱中间，听候即个罗马皇帝的判决。判决有两个结果，伊可能会得讨放、自由。安尼，伊讲我若受讨放，我若当搁重新得到自由，我为基督来活。我当继续服侍伫教会内面来帮助信徒建立伊的信心，互因伫信心中间成长有喜乐，这是我所爱做。如果判决这个结果是死，我嘛无惊遐，无惊遐死，嘛要用欢喜的心迎接生命一个终点。我存真大欢喜期待，甲主永远三甲同在。会当看见伊，然后会当搁较亲近伊。所以保罗安尼讲，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我继续服侍，还是死为着主来顺道，拢互基督伫我内面来显现。因为我是基督，我死是有利益。因为基督在我内面，我是为伊来活。兄弟姊妹，过偌济已经过，然后伫你内面是毋是已经受真大的更新呢？咱可能来想，可能过去中间，我转变到底是啥物？每一遍咱庆祝过偌济时阵，即种活命伫你内面有产生啥物种大的快乐效果，互你会当带来真好的见证，也无？咱拄着真大人生的真侪问题，敢有互主耶稣基督伫你内面显明迄个快乐，然后伫你内面有一个持续来继续活出一个有快乐、有荣耀、有光明的人生呢？基督为着你死，也为着你活。基督现在伫我的内面来活，我活就是为基督。这是整个国外这伫咱生命中间的意义，咱敢有活出这种国外这伊的意义的人生呢？咱三个来祈祷。做过一遍，借过你的圣神，将十字架启示伫阮的眼前。毋若是主耶稣基督，你是要给受难，甲阮看见主耶稣基督，你的高我。当我一遍来到你面前，思考过偌济的时阵，上帝啊，具体生命国外表现，亲像保罗所讲，基督伫我的内面来活，毋若更新我生命，行一个全新的生命路程。改变对旧改变诚侪新，也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伫我内面帮助我，诚侪持续的快乐。安尼我会当活出基督，也过一切这苦难，也过一切这试探，为着荣耀主耶稣基督你来活。主啊，愿各位主伫我内面，诚侪快乐。安尼，阮会当活出基督，见证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你是来唱回应的诗，圣诗548首，请起立。
奉献，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属献的同工。创造天地的上帝，阮感谢你是阮赏赐，赐阮有春天的雨水、热天的温暖，也互阮有够用的生活，也有欢喜较平安的心。阮也感谢上帝，互阮有无同款的恩赐，来服侍阮的上帝，回应你的听。阮也用金钱为奉献予你，为你所用，来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来报告。我们报告第一条是总务组的消息啊，下礼拜因为配合消防检查，我们去年做了很多消防的准备，就是下周要准备消防检查，所以说这个礼拜就是今天的，等一下主日结束之后，就要搬大型的一些物件，要丢掉的物件，所以大家只要是年轻有体力的，能够帮忙的啊，我们就在后面啊集合。因为太多东西了，所以请大家帮忙，不然我们总务组会全军覆没。第二点，长执会上周主日4月9号决议事项，总务组研议恢复主日爱餐的实施方案。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想要把恢复到以前，就是用用爱餐的方式，不是买便当的方式啊。但是因为费用的话，现在的食材都非常的贵，大概会多出1倍的费用出来。我们还在研议其他的方案，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啊。如果各位会有兄姐有什么样的想法啊，都可以找干事，或者是我们跟我反映一下，或者是觉得吃便当也不错也可以。第三，近期圣礼典预备在5月7号2堂礼拜中举行，要受洗的兄姐请向干事报名，安排受洗课程。第四点，
这件事也是蛮重要，就是礼拜主举办的那个影片字幕的制作的课程，是志军弟兄要来教学，目前有七位兄姐来报名了。这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影音事工，把我们的我们录的影，我们现在录影都有这个唱诗，还有讲道都有录影，那会加上字幕这件事情，因为这需要花一些功夫。那之前都是志军弟兄在做，非常辛苦。那我们现在要训练多一点的人，那希望能够愿意出来服侍的兄姐能来报名一下，我们在后面可以报名。第5点，香膏人生见证分享会5月6号下午3点到5点举行，对象是少气学青幸福小组的新朋友，主理是张敦雅神学生，请兄姐欢迎来参加。报名费是100块，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小朋友来参加都不错。第6点，公园教会第3期的幸福小组4月正式聚会，请为幸福小组的事工代祷奉献。第7点，儿少的财商课程，还有青少年家长小组，已于4月9号起，每月1次，周日下午的1点到3点，共4次来举办，地点是在教会的3楼。第8点，认识台语圣经课程，已于4月15号礼拜六正式开办，讲师是梁淑慧执事，目前有报名30人。第9点，需要2022年个人奉献证明以报那个所得税的，要到1楼的招待桌去登记。牧师有要。感谢主，因为这段时间咱教会常常办一寡讲座啦，吼，安尼，所以互咱帮助咱伫生活中间更加丰富，吼，所以我咧上这个课时，拢感觉上帝替咱备办啊非常非常丰富。亲爱执事呢，伊有办这个茶讲座，我就感觉讲，生活伫台湾吼，上帝互咱非常安尼丰盛，无共款的茶，毋知要安怎啉，吼，安尼。就感觉讲，哇！这啉这茶吼，竟然遐尼安尼多样化，佮配合这圣经杂伫内面，所以互咱感受讲其实上帝创造非常非常丰富，只不过咱安尼欠过迄种财物吼，去享受上帝恩典，所以真侪这工作拢帮助伫咱这生活中间，会当来看见见证上帝迄个创造的丰富恩典吼。所以才有即个课程啦，吼，来帮助咱。所以咱把握机会，吼，包含即个影片的剪辑这部分，可能对少年人你若来学嘛是真好，这是会当真做你一个真好的技术，吼，安尼。所以我嘛报名啦，吼。虽然已经到60几岁感觉讲这代志嘛要学吼。将来嘛有机会来制作这个物件，吼，安尼。所以这个帮助咱吼，伫咱这个才能方面能够增加吼。当然，来当就这学中间然后实际上伫教会来服侍，比如讲咱有真侪这个录影的物件做一个剪辑吼，互伊搁较精华出来安尼吼。这个可能对咱的这个表现搁较好势吼。所以伫这个实际上运用中间嘛，会增加咱的技术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会当来报名。台语的圣经嘛是共款，有真侪青年人来报名，拢是伊安尼讲华语讲了惯势吼，但是咱伫社会中间都是台语所以这个对无共款的所在报名入来安尼，毋但是咱教会还有其他教界吼。安尼来学，所以拢会当帮助咱吼，伫即个方面来成长吼。所以咱饮茶啦、巧克力啦、做香膏啦，还有青少年的财商的训练这拢是介好的这个课程来帮助吼。所以信用甲咱生活有真深的这个结连咱拢是真追求这个信用但是嘛爱互咱这个生活中间更加丰富，来敬信上帝荣耀。那4月26有一个壮世代新浪潮的一个
专题。啊，这个吴生成博士呢真有名啊，伫这个部分呢，安尼常常演讲。本来是伫台港，但是即马换伫咱这个所在。有一即个训练专题课程，拢是咱伫咱公园教会办，所以把握机会吼，咱会当增加咱真侪即个知识，互咱生活更较丰富。这时，咱来就祝福青青的诗，圣诗398首，请起立。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听谈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之地，对大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绿岛上帝小。